讲到台湾米狗，伫咧108年的时阵，就已经唔是保育类的动物咯。不过，动保团体却接到上百件违法这个饲狗的检举，检举民众是这个甲这狗饲的男仔来，因是真唔甘，因为讲这环境是真歹，所以政府就要赶紧来修法禁止饲狗，而且就要全面清查。台湾狗屎啊，唔是关伫笼仔内底，就是放白条的。动保团体近3档调查，接到150多件的通报，发现真侪狗互人虐待。当天我们去田调的时候，是他人生第一次喝到水，因为饲主告诉我们，他从来没有给他喝水。影片记录台湾狗屎啊受到不当的对待，动保团体认为，除了甲农委会林务局将伊为保育类降至一般野生动物有关，因为现行野保法一般类野生动物的规范，民众免通通报就通自行处理，造成有人撞人旁、捕猎狗屎啊饲，甚至去卖，因希望主管机关通明文禁止人工饲另种类动物。这些人在饲养猕猴的时候，都会用一个状况，就是它是农害，我捕捉来的。我们跟地方县政府其实都通报过哈，但是每次去都是第一个是说没有虐待啊，猕猴没有外伤，它还活着，没有什么作为哈。刚刚提到的圈养跟家居饲养这些动物们，我们会朝分类管理的一个架构来去做一些配套跟法律的一些处理。农委会畜牧处表示，未针对高级的物种来修法，不过会对居家养饲的部分做处理。嘛强调，若有主人违法对待动物，照动保法第25条，会处罚2档以下有期徒刑，也是罚钱20到200万。记者陈阿文、邱凯台北报道。